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。今個星期三，學校舉行咗科學閱讀週嘅水火箭比賽，相信大家都玩得好開心，亦對火箭嘅原理有咗初步嘅了解。而火箭科技同航太科技都有非常密切嘅關係。今日我哋將會為大家報道中國航太科技嘅歷史同埋成就，並分享中國航太科技對我哋生活同未來探索嘅影響，從中感受到航太科技嘅魅力，了解航太科技對國家嘅重要意義。中國嘅航太事業始於20世紀60年代，當時我哋開始進行火箭同衛星嘅研究，為未來嘅航太發展奠定咗基礎。喺1970年4月24號，中國成功發射咗第一粒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，並喺太空中播放東方紅旋律，標誌住中國正式邁入航太時代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中國不斷突破技術難關，並喺載人航天領域取得重要嘅成就。喺2003年10月15號，神舟5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，宇航員楊利偉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嘅中國人。楊利偉喺太空中停留咗21小時。呢次嘅任務係喺中國航太發展史上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。最近嘅航太計劃中，中國又取得重大進展。2024年10月30日，神舟19號成功發射，將中國最年輕嘅航太員送入太空中。航太員圓滿完成咗天和核心艙對接、軌道交會同太空行走嘅任務，呢啲工作為未來更長時間嘅空間站運營提供咗寶貴嘅經驗。此外，中國積極進行深空探測，例如嫦娥系列探月任務，成功對月球進行咗詳細嘅地質結構分析。天問1號成功抵達火星，完成咗火星表面嘅探測。呢啲成果為未來嘅星際探索鋪平咗道路。中國航太技術嘅發展，除咗探索太空，對我哋日常生活中都產生深遠嘅影響。譬如氣象衛星嘅數據可以幫助預測天氣，讓政府可以更加好防禦颱風同暴雨。另外，資源衛星協助監測地球環境，幫助農業生產同水資源管理。導航衛星就為手機地圖提供精準嘅定位，讓出行更加便利。另外，國際合作方面，中國與多個國家同組織簽署咗航太技術共享協議，推動咗航太技術嘅進步，並為全球嘅科技研究作出貢獻。未來中國嘅航太計劃更令人期待，例如月球基地建設已經列入計劃，目的係為人類長期喺月球上生活同工作進行準備。同時，中國計劃發射更多深空探測器，探索木星系統、小行星甚至太陽系之外嘅未知領域。喺天宮空間站內進行科學實驗，涉及生物醫學、材料科學同微重力環境研究。研究成果不僅讓我哋更了解太空環境，亦為地球提供更多新視角，並可以幫助解決技術難題。最後，中國航太事業嘅發展，從東方紅1號到神舟系列嘅飛船，再到嫦娥同天問計劃，呢啲成就係無數科研人員多年努力嘅結晶。呢啲成就不單展示科技進步嘅力量，亦提醒我哋探索未知世界嘅重要性。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受到啟發，努力學習科學知識，未來為國家嘅發展貢獻力量。我哋今日嘅科學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